你有冇試過去到月尾望住銀行戶口，心入面第一句係點解我今個月明明冇乜點買嘢，啲錢都唔見晒嘅？朝早返工，你見到一個就快完嘅優惠通知，午餐買杯嘢飲，店員問你要唔要登記會員，會員價平幾蚊。放工太攰，你打開外賣 app，為咗湊夠免運費，再加多一樣本來冇諗住食嘅嘢。夜晚瞓覺之前，你試用一個免費 app，順手入埋信用卡資料。每一次都只係多少少，每一個決定單獨睇都好合理，但一個月之後，佢哋就會一齊出現喺你張月結單上面。問題係我哋真係自制力太差，定係今日嘅消費環境本身就令俾錢越來越容易，停低諗清楚就越來越難。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點讀，我係 Demi。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暫時未見有正式中文譯本嘅英文書，叫做《How They Get You Sneaky Everyday Economics and Smart Ways to Hold On to Your Money》。作者 Chris Kohler 係澳洲 Nine News 嘅財經編輯，平時主要報道金融市場、利率、樓市同家庭財務。喺呢本書裏面，由會員積分、訂閱、禮物卡、逾期罰款，講到 Buy Now Pay Later，即係先買後付。作者想拆解嘅唔係教科書入面嗰種宏觀經濟，而係我哋一星期可能遇到好多次嘅日常消費設計。不過要講清楚先，呢本書寫嘅係澳洲環境。今集提到嘅超市、App、外賣同付款個案，係我哋另外用香港公開資料核實，再將書入面嘅觀察方法放返落香港生活。作者冇話所有商戶都想呃你，好多設計確實帶來方便，甚至真係可以幫你慳錢。今集真正想問嘅係，當方便、折扣同付款方式一層一層合埋，你仲睇唔睇得清楚自己最後付出緊乜？作者喺本書開頭用咗幾個好生活化嘅澳洲價錢做例子：7澳元一杯咖啡，3.5澳元一個番茄，仲有每月650澳元嘅醫療保險。作者唔係話呢三個價錢一定唔合理，而係指出通脹已經將我哋心入面嗰個價格雷達打亂咗。以前我哋大概知道一杯咖啡、一個番茄應該值幾多，但當價錢不停變，我哋好容易只可以同自己講，可能而家就係咁貴啦。而當我哋連正常價錢係幾多都開始冇把握，原價、會員價、組合價、分期價同附加費就更加容易影響我哋點樣判斷。所以作者想我哋養成嘅唔係逢商戶都懷疑，而係每次見到一個價錢都問多一句：我而家睇到嘅究竟係完整成本，定係其中一個最容易令我接受嘅數字？我哋今集主要分成三個問題。第一，個價錢係咪容易攞嚟比較？你眼前可能有原價、新價、會員價、組合價同折扣百分比，數字越多，唔代表你知道得越多。有時反而仲難答一個最基本嘅問題：我最後買每件貨，實際要俾幾多錢？第二，俾錢有冇變得冇感覺？當信用卡已經儲存好，自動續訂已經開啟，完整價錢被拆成每月幾十蚊，買嗰一下同肉赤嗰一下就被拉開咗。第三，停止係咪比開始困難？登記只要一下，取消就要揾幾層選單。開始咗試用之後，就會好體貼咁自動同你繼續。但當你想 cut 咗佢，就難過登天。所以最有效嘅消費設計，未必係氹你一次過買好貴嘅嘢，佢可能只係令你每一次都覺得算啦，只係多少少。想像你收工之後走入超市，只係想買幾樣日用品，貨架上面一個價錢被挖走，旁邊另一個價錢特別搶眼，再望一望會員仲可以平啲，買兩件又再平少少。你本來只係想知道值唔值得買，但而家腦入面變成另一條問題：如果我今日唔買，我係咪蝕咗個優惠？呢個就係比較基準嘅力量。當你先見到一個較高嘅數字，
之後嗰個價錢自然容易顯得吸引，但吸引唔一定等於抵，因為你仍然要知道嗰個被劃走嘅數字代表乜，實際用咗幾耐，同其他選擇比較又係點。香港消委會曾經實地檢視4間連鎖超市、16間分店，合共42款貨品。調查發現，同時展示實際售價同刪除價嘅做法非常普遍，而部分刪除價嘅定義並唔清楚，有機會令人將佢理解成原價。留意，呢個係2019年發表嘅調查，只能夠證明當時被檢視嘅標價情況，唔代表今日每一間分店每一件貨都一樣。但佢提醒我哋一個到今日仍然實用嘅方法，唔好問我慳咗幾多，而係問我最後要俾幾多。例如買2送1，真正要計嘅唔係送咗1件，而係3件，平均每件幾錢。大包裝唔一定更加抵，要比較相同重量或者容量。會員價亦可能真係抵，但如果你為咗平幾蚊買多咗一件原本唔需要嘅貨品，慳到嘅可能只係標籤上面嗰個數字。最簡單嘅判斷係問：如果冇呢張優惠牌，我仲會唔會買？如果答案係會，咁先再比較實際單價。第二個場景可能更加熟口熟面，一個 app 話可以免費試用7日，你輸入信用卡資料，撳一下確認，用咗2日之後覺得唔啱用，於是刪除個 app。你以為件事已經完咗，但原來 delete 個 app 同取消訂閱係2件事。消委會喺2020年公開過幾個相關投訴個案，其中一個個案，消費者喺7日免費試用完之前刪除程式，之後仍然被收取港幣238蚊訂閱費，最後只成功停止之後嘅收費，未能取回已付金額。另一個個案更加值得留意，付款頁面寫住試用期後每月港幣158蚊。但系統預設揀選嘅原來係月付形式嘅年度計劃，消費者到取消嗰陣先知道可能涉及違約費，經消委會介入之後，公司最後先同意唔收違約費取消。呢啲係個別投訴記錄，唔可以用嚟推斷所有訂閱服務都有同樣問題，但佢清楚示範咗一種設計差異。繼續付費，你乜都唔使做，但要停止付費就要你記得日期，睇清楚個計劃，揾到正確位置，再完成取消。平台冇必要每日再問你一次，今日仲想唔想繼續？因為預設選項已經代你答咗。作者喺書裏面其實自己都玩咗一次呢個笑位。作者話：我而家賣一本講人哋點樣賣嘢俾你嘅書。至少我有講明自己做緊乜，跟住作者先話保證唔會幫讀者登記訂閱，但下一句竟然又叫大家留意即將推出嘅訂閱電子報喎。呢個當然係作者故意講嘅笑，但佢亦點中咗訂閱制度最微妙嘅地方。今日我哋買嘅未必只係眼前一次服務，而可能係將未來每個月嘅付款決定一次過交咗出去。所以下次見到免費試用，唔好淨係睇免費幾多日，你要同時睇4樣嘢：試用幾時完，之後收幾多，係月費定年度承諾，同埋應該去邊度取消。仲有一個好簡單嘅做法，登記嗰一刻就喺日曆設定一個早1-2日嘅提醒，唔係因為你一定要取消，而係到時將選擇權交翻俾清醒嘅自己。去到夜晚，你收工已經好攰。打開外賣平台，一份餐顯示有優惠，感覺唔錯。但去到結賬頁，可能仲有運費、平台費、服務費，差少少先免運。你又加多一樣小食，最後個總額同最初吸引你撳入去嗰個餐價已經唔係同一回事。2024年，香港消委會實施6個點餐平台，喺其中一次比較同一間餐廳嘅相同食物。3個綜合平台計埋平台費同運費之後，總收費由港幣179.9到191蚊不等。另一組比較入面，某綜合平台連同平台費之後，比食肆自己嘅平台高21.1%。但同一份調查亦有相反例子，
另一個綜合平台因為提供傳單優惠，最後比食肆平台低23.7%。呢個結果好重要，因為佢唔支持一句簡單嘅平台一定貴。真正嘅結論係餐價、優惠、平台費同運費組合唔同，淨係睇最初顯示嗰個價錢，未必知道最後邊個選擇最平。而且平台提供嘅搜尋、落單、付款、配送同客服本身都係服務，方便有價值，收費亦唔代表有問題。問題只係當你決定俾錢嗰一刻，你比較緊嘅係咪完整價錢呢？有時我哋為咗湊免運，加多一樣本來唔需要嘅嘢，表面上慳咗運費，實際總支出反而增加。呢度可以用一條好簡單嘅界線。如果為咗慳而令付款總額上升，你買到嘅可能唔係優惠，而係一個令自己感覺冇蝕底嘅理由。第四個場景係每月只需一件幾千蚊嘅貨品，完整價錢可能令人停一停，但當佢被拆成幾期，每期只係幾百蚊，感覺就容易咗好多。數學上件貨未必有變平，心理上負擔就好似縮細咗。金管局講得好直接，先買後付，本質上係一種個人貸款。呢句好重要，因為免息、零首期或者每月只需都唔會改變你將未來收入預先分配緊出去呢件事。單獨一筆分期可能完全負擔得到，真正容易被低估嘅係重疊。電話一筆、電器一筆、旅行一筆，每一筆睇落都只係幾百蚊，但未來幾個月嘅收入已經同時被幾個過去嘅決定預約咗。信用卡最低還款亦有類似嘅視覺效果，月結單提供一個較細嘅數字，令人感覺今個月嘅問題已經處理咗。但金管局提醒，如果未能喺到期日前繳付最低還款額，會被收取逾期罰款；而只還最低金額，餘額亦可能繼續產生財務費用。呢度唔係叫大家永遠唔好分期，有啲人為咗現金流安排會有合理需要，要做嘅只係將被拆細嘅價錢重新拼翻完整。下一次見到每月只需問自己一句：如果今日要一次過俾晒，我仲會唔會買？呢條問題唔會幫你決定買定唔買，但會令你重新見到完整價錢。講到呢度，好容易有一個誤會，係咪會員價、訂閱、外賣平台同分期都係陷阱呢？並唔係。一個設計會影響你，唔等於佢必然違法；一個服務合法，亦唔代表佢完全唔會利用人嘅習慣。呢兩件事要分開。香港商品說明條例禁止幾類不良營商手法，包括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威嚇性營業行為、利誘式廣告、先有後轉銷售同埋不適當地接受付款，呢啲係法律界線。但喺法律界線之內，仍然可以有好多方式影響選擇，例如將對商戶最有利嘅計劃放喺最顯眼位置，令繼續俾錢比取消更容易，或者用倒數同稀缺感催促你快啲決定。所以我哋唔需要假設每一個商戶都有惡意，亦唔需要覺得自己完全冇得揀。更實際嘅做法係留意三樣嘢：重要資料有冇清楚寫出嚟？你想拒絕或者取消係咪真係容易做到？去到最後一步之前，你有冇睇清楚實際要付出啲乜？講完四個場景，最後我想俾大家四個好實際嘅做法，佢哋唔係慳錢秘技，而係幫你喺俾錢之前加翻少少思考空間。第一，比較最後價錢，超市就計每件、每克或者每毫升。網購同外賣就去到結賬頁，將運費、服務費同附加費全部加埋先比較。折扣百分比係商戶講俾你聽嘅故事，付款總額先係你真正承擔嘅結果。第二，免費試用當日就設定提醒，記低試用結束日期，之後收費係逐月取消定年度承諾，同埋正確取消方法。記住，delete 個 app 唔一定等於取消訂閱。第三，
將分期還原成完整價錢，唔好只係問每個月供唔供得起，仲要將所有同時進行嘅分期加埋，再睇下未來幾個月嘅收入已經有幾多俾你預先用咗。第四，每個月做一次細額支出檢查，打開月結單，集中睇自動續訂、平台會員、App 入面嘅購買、功能重複嘅服務，同埋銀碼唔大但個個月都出現嘅交易，唔使連飲杯咖啡都怪自己。處理咗嗰啲你已經冇主動揀，但仍然繼續扣緊錢嘅項目先。呢四步其實都做緊同一件事，就係將平台攞走咗嘅付款阻力加翻少少落去。阻力聽落好似係壞事，但喺消費決定入面，1秒停頓、一個日曆提醒、一次總額比較，都可能係你重新選擇嘅位置。書入面仲有一個非常澳洲但幾值得聽嘅例子，就係收費道路。作者唔只係問揸車經過一次要俾幾多過路費，而係再向後追。當政府減少直接投資交通基建，城市越來越依賴私人營運嘅收費道路，通勤成本同交通可達範圍，又會點樣影響城市擴展、外圍地區發展，甚至住屋供應？香港嘅交通、土地同住屋制度唔同，所以我哋唔可以將作者對澳洲嘅結論直接搬過嚟。但呢個案例正好反映本書最有價值嘅地方。作者唔只係睇一張賬單，而係會由一筆細小收費一路追落去，睇成個制度點樣改變我哋可以作出嘅選擇。How they get you？最值得我哋帶返香港嘅，唔係將澳洲每一個答案照搬過嚟，而係學識作者嗰種追問方法，由一個價錢、一項收費、一個預設選項開始，一路問落去。呢個制度究竟令邊一個選擇變得容易，又令邊一個選擇變得困難？當俾錢越來越容易，價錢越來越難比較，取消越來越麻煩，我哋失去嘅唔止係幾十蚊，而係停低再揀一次嘅機會。真正精明嘅消費唔係次次都揾到全城最低價，亦唔係見親優惠都懷疑，係你知道自己點解俾錢，最後實際要付出啲乜，同埋幾時可以選擇唔俾。睇完今集，不妨打開你最近一張月結單，揾一筆你已經唔記得點解開始，但仍然持續出現嘅支出。你未必要即刻取消，只要問一次：如果今日重新選擇，我仲會唔會要呢？如果你都試過為咗湊優惠反而買多咗，歡迎留言分享。覺得今集有用，記得 like 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同埋訂閱點讀。如果你有一本書想我哋分享，亦可以電郵俾我哋，電郵地址放咗喺頻道簡介同影片簡介。我係 Demi，我哋下集見，拜拜。